冯小姐别来无恙啊。 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别让我这种人脏了你的手！小气还记仇！我真的不知道你这个大脑到底是什么构造。其实我一点都不生你这个奇葩的气，我气的是你居然这样怀疑你的朋友。朋友？难道你没把我当成你朋友？我可没说啊。算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再见。哎，对不起。你说什么？对不起。大点声。对不起。啊，能不能有点诚意啊？啊，行，任静，我。喂，你们到底有完没完？这只花要被什么闷死了？卖人！小鬼，你站住！撞人怎么不道歉呢？快，跟我道歉！大胆救命！快放开这！你是你。是你们？让开吧你！你占我便宜！我冤枉啊！冯小姐，看起来人模狗样的，写的小说却是狗屁不通。尤其是那个皇帝，哪里都比那个和尚好。这女主角她怎么就跟和尚私奔了呢？你说出来也好，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吧？对于你的小说，我想说的太多了，怕伤你自尊，所以算了。哎，你不做生意啊？我怎么给忘了？你那个店根本就没有生意做啊！你非要这样吗？我来这可不是跟你吵架的。不过，我倒是想问问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或者有什么难言之隐？难言之隐？你们写小说的是不是都这么异想天开呀？嗯？李欢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两个碰上了，看来聊得不错啊。话不投机半句多。早知道就不来了。我看呐，是不是冤家不聚头？既然都来了，快坐下聊吧。坐下来，来。有大哥给我撑腰，还有冯峰在。芬妮，我来了。大胆刁民，给我放开我！三黄树，我是元宵啊！三黄树，我的花儿，你能不能轻点踩我的花儿啊？轻点。
是这样行吗？你要是再敢踩我的花，我就让你的小屁屁开花！给我！不敢！认定你是皇叔，是为了尊敬你。你竟敢如此大不敬，大胆！反了！现在的小孩都被宠成自己叫皇帝了，你我本来就是皇帝，还不快给朕跪下！跪下！算了，赶紧把我的花给我，快点儿！看来你跟着约瑟瞧瞧了。你啊！你！皇上，就这，放开我！皇上，什么人呢？打得过三王爷，别不，怎么了？帮忙啊，老鄂！浮生。你赔我花！皇上，北京太上皇，什么情况啊？北京太后娘娘。冯昭仪，柳儿，冯昭仪，哦天哪！我的妈呀！我这是在做梦吗？疼不疼啊？止疼啊！柳儿可想你了，我也是。不好，上好想见你们啊！不好。这谁家孩子？这是？不知道啊。怎么见面就抱腿？妈妈，你们先出去吧！请问两位，这是你们的私生子吗？林官先生，你消失这么久，是跟芬妮小姐合拍隐居吗？妈妈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和这个孩子一起消失的吗？不是，你们千万别误会，别误会啊！不好意思，跟我们先出去吧。咱别在这待着了，先出去吧。什么母后啊，我不认识你。我是小儿啊！什么小儿啊？父皇，你看看结束了，各位先出去吧。不能拍照，别拍了。你认错人了，不能拍照，各位先出去吧。两位，跟我们再说说吧。是啊，说他跟我们没有关系。没有关系。哎，好了，你们认错人了，不能拍照。够了！放开我儿子！你们干嘛呀？吓坏了我儿子！你们哪个电台的？我要告你们！我们不是，人家小孩子玩过家家，你们捣什么乱啊？这真的假的？把今天的照片都给我删了，否则我告你们侵犯儿童肖像权。不，这可不行。对，老于，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出去吧，各位，对不起，出去吧，出去吧。皇上，你跟我走。太上皇，太后娘娘，李皇娘娘，疼死我了！冯冯李欢，我彻底被你们弄糊涂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还不清楚吗？就是这个居心叵测的女人，串通团伙，利用我们来打知名度。像你这种不入流的过气写手，你这么做，你是想提升知名度？你想博位？你想出名？你想疯了吧你？屡次三番挑战我的底线。哎，你好了，冯冯，芬妮，对不起啊，刚才那个小孩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，他跟亲戚来自乡下小地方的，不懂规矩，给你添麻烦了，抱歉啊。
不过你真的长得跟他妈妈好像啊，他肯定是想妈妈了，所以才会认错人的。我代他向你道歉，对不起。我倒没什么，我反倒感谢你帮我解围了呢。可是，就算我跟他妈妈长得很像，也不可能认错啊。他妈妈人呢？他妈妈肯定是遇到了特别的难处，才会把他托付给亲戚的。他虽然待人刻薄，但是带孩子还是1等1的好的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他是不会离开孩子的。果然是写小说的呀，编起故事来都不用打草稿，还这么的理直气壮。闭嘴吧你！随便你怎么想，被害妄想症。不过有个事儿你可是赖不掉的，就刚才那小孩，千真万确就是你的种，你不能不认。我的种？就是。